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早起是针对国家语言对台湾台语的定义，敢有危害到其他的族群来做讨论。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把台语叫做台语是排斥其他的族群。科委会是表示讲，尊重各族群对家己语言的称呼。民间我们台语、闽南语，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俗称，没有错。但是你在等于政府，你这样强制的，刚刚在很多的这个答询里面，你这样强制的把直接台语就定义你是这个闽南语，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很不恰当的，所以我们要代表客家族群特别的来抗议。针对一寡国民党立委质疑政府甲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是甲客语和其他语言对台湾语言排除，表示抗议。拜三伫内政委员会调集客委会、文化部等部会，继续针对台湾台语的名称敢有符合国家语言的定义，也有敢有危害到其他族群地位等等来讨论。客委会主委是表示，根据文化部在2022年作为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各有行政院应过函时，客委会表示尊重各族群对家己语言名称的称呼。根据文化部的调查，大部分人讲这个河洛话为台语，名的迄这个案并非尊重各族群对这个语言的称呼，但是也尊重所有族群人对其他族群人的称呼，就像客家族群称呼河洛族群安尼，也是表现到台湾包容多元的价值。原来针对台湾台语的名称，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是指出，当初客语诗人詹贵海医生都是提出建议的人之一。陈培如认为，不应该继续操作族群对立。初咱号这个名的时阵人大家拢有讨论过，而且这个名当初是曾贵海医师又提出这个建议伊嘛是客家人，所以我认为讲咱这个部分应该是无遐尼大的问题啦而且当初颁布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利用的部长伊嘛是客家人所以我认为讲大家这个部分应该拢会使好好讨论但是咱要安怎叫咱的名，嘛是互咱家己决定。另外，文化部是解说讲，国家语言发展报告针对各族群语言有提出书面用语的建议，为了兼顾各族群卖红排除在台湾以外，所以这个建议拢加台湾2字入去。未来嘛，希望透过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继续讨论出对国家语言名称的共识。记者卢尚如、王兴中台北报道。